来看台中的新闻，台中第4选区罢免立委的团体伫公园边啊举牌表达诉求，不过罢团声称讲对手廖伟雄的阵营的助理呢，走来对因举牌化工反罢免，警方为了避免发生冲突，强硬的态度呢，调动请制服员警将双方隔开。 警方伫咧公园考劝罢免团体，那罢团的面头前有人对罢团化工反罢免，现场的气氛紧张。只是警方的态度向向转变，要求制服员警甲双方隔开。你把它割开啊！我拢无讲话啊，是不是？我拢无讲话，我拢无讲话，好歹势啊！不是啦，因为怕大家吵架啦。 要求甲双方隔开的是台中市4分局的保安民防组长。警方强调，甲双方隔开是要避免冲突。不过，罢团认为原本罢团甲立委廖伟雄两边个人伫咧公园的周边举行活动。不过，廖伟雄的助理伫咧活动特别结束的时，走来呛声起无空。联署到现在，警方是很客气也很帮忙啦。那我们第一次碰到他这样来进行，那是不是一个比较个人行为的部分？我们不晓得。罢团强调，因配合警方的规定，伫咧限定的所在安静表达诉求。不过，立委的人告为，警方又搁在限制因的公民活动范围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们不需要。没关系，大家辛苦了啦。你们的意见其实我们都知道。那廖伟雄的阵营是驳回讲，因无骚扰罢免团体，活动进前搁请因林良的，大概是和平无代志。搁发声明讲，是罢免团体一直骚扰参加活动的民众，有民众看袂落，家己到罢团的边仔宣讲反罢免。另外，南投第1选区的罢免，连续服选委会抬调4000多分，罢团积极补件，伫咧年假的最后一天完成。罢团认为是受到立委马文君复仇的事件的影响。那马文君的阵营是强调尊重各种的声音，不过无温存抹黑、黑白讲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